台南市政府为着要让市民朋友在后疫情的时代会当享受到艺术，透过2022一如春风走透透的方式，将艺术活动带到台南市各所在。今年第一场会在3月6号下晡4点在安定区垒球场内举行开幕，并由福尔摩沙马戏团带来精彩潘朵拉盒子表演。很多艺文活动，大家想来文化中心啊，或是新营的文化中心，都是在大的地方，但是很多我们的角落，台南市的各个角落有时候艺术还没有办法进去艺文活动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用这样子的走透透的方式，用这个舞台侧的方式，能够来让我们把我们艺术带到各个角落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LED 真的做得很好，晚上很亮，白天也很亮所以说不管是白天的活动、晚上的活动都很方便，所以可以让我们艺术下乡无障碍。记者会嘛邀请到真侪幼龄园的小朋友嘛，做伙到现场来欣赏由福尔摩沙马戏团带来的精彩表演，以舞台车的方式来进行台南市巡回33场。文化局各区的区公所合作，希望当透过安尼的方式迎接搁要来到的春天，会当甲市民朋友做伙共享艺术的美好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